传适合。点传是转。各位，咱是从咱9班捉紧过来，会使就讲先无除了天书记，咱做事方式，这年我第一手，先，咱这人代表，咱邱杰人这领导，所互咱有遮尔好的环境，遮好的条件，嘛咱一个月，咱一厝，当为咱爱上专业的学堂来开启了，咱一个月这个课程班。当然，咱知影，因为今日一间小的建立，一个道场的成就，毋是来自偶然的。咱讲起来，毋是讲对天挂落来物件，因为咱今日咱嘛知影讲，咱今日爱上的学堂是经过了几十年，咱前辈者伫咱早年的时阵，对民国30几年迄个政府的拍摄处理，接落来当中，到今现在，咱今日成就了对乌暗行入光明，对光明要行入了世界的这个道场，所以今日咱非常难得，嘛非常舒适，会当伫这个所在来听了这个正法。当然，咱拄则讲的，是认为感谢咱上天慈悲，咱祖师风水，咱一世人非常的难得。人生来到这个世界，咱怎么一样米千百样，为来到这个世界，流浪生死，咱讲这个浮浮沉沉，水深火热，行过这个一生。有的人是为人事业来奔波走，这人呢变过一世人；有的人来到这个人生，是为着圣道、为着天命、为着真理来走，来打拼。当然，钱后米所饲的这一人，但是我相信讲，结果一定袂相像。是安怎讲呢？你今日醉生梦死，有认定这个人，当然这人以当时孔圣人，甲咱分做5种人，其中一种叫做俗人，这种叫做庸人。什么叫做庸人？庸就是讲非常的平庸，伊来到这个世界，伊嘛无什么方向，嘛无什么目标，人生就醉生梦死。行一日，算一日，行到哪里到哪里，伊绝对无方向无目标。这叫做一个平庸庸。第二种人，就是孔圣人叫做俗人。什么叫做俗？俗孔俗论，伫咱人生分了四类，叫做俗农工商。俗是咱摆在头前，所以叫做一个俗，就是代表。因为伊为国尽忠，所以咱伊做兵内底当中，弄一个叫做士兵。士就是代表因为伊叫做义务，这种的人会当替社会，会当替人类，伫这个勇人的当中得加一级，所以叫做士人。现在叫做农民，农民就离庶民的第二级，因为农民必定。较单纯，人讲做实人，就人讲第一讲安怎食粉结分方好，第二讲草再甲条袂写好，第三讲叫做食粉倒凹好，食四讲呢，讲夜火烧豆
吼，啊，讲只有10%啦，啊10%你家己想法10%安怎10%？甲咱讲起来，咱农民是非常的单纯，社会回声甲你讲偌济，咱就算偌济，咱袂去甲回声计较，敢是安尼？哦，所以叫做咱今日农民是单纯。第三种人，佮一种人就是讲，伫私人内底当中，分做4种人，第三种人就是啥？叫做工人。所以工人就较会计较啦吼，是安怎我的薪水是安怎我的红利切得较少？哦，你切得较少红利，我就要来甲你控制，就要甲你罢工，就你一个叫做工会，伊就去控制啦。啊，第四人呢，第四种人，伫私人的第四种人，讲叫做生理人，所以来讲事无梦想。啊，无干无想是不成伤啦吼，无干是袂生理人，所以生理人是摆做伊即个事农梦想的上尾仔的，咱讲头心机啦吼。那因为咱这就对常讲，伫大工作的大方向来讲嘅，这叫做第二种人。第三种人呢，空数来讲叫做君主，叫做君主啦吼。所以空数里，咱论语来讲。君主有稳，啊，稳力而得先啦吼。这是孔圣人伫《论语》上去甲讲的。啊，君主，这两个讲起来，这是一个以人类啦，吼，以文解传的人类来讲起来，这是上个悬的级数。咱讲起来，以六道轮回的级数来讲起来，这叫做上界，吼，悬的级数。因为君主是到对一个人，拢受了天定。啊，受到管理，所以咱若去拄着一个真正会甲你帮忙，会甲你协助人，会甲你斗相共人，咱就来讲，哇，这个人真君主，哦，这个人做代志真关键，我今去拄着这个贵人君主，感谢咧，啊，若去拄着小人咧，就伤害，哦，安尼啦吼，但是你会记住，君主君主虽然。伊伫即个世间的内底当中，伊务事伊做代志，伊会做到真欢喜、真好饱。但是毕竟伊也无有本，什么叫做有本？今日咱会当由道啊找着咱的本源，会当了脱生死。而咱本的即个即个生活态内底当中，因为已经进入阿罗汉。伊已经要进入阿罗汉，伊伫天神的内底，什么叫天神？天神就是讲，因为世间有做福报而上升，这个社会有足侪好人做，有足侪做善事的，这个人拢属于君主。比如来讲，咱就看到，咱叫做嘉义行善堂，嘉义造桥，加义啦吼，这个义就是。古典艺术，而且嘉义就是叫做嘉义，因为伊咧行善法。我相信咱道中嘛足侪人，嘉义就以这个嘉义行善法，变成基金的赞助。咁是安尼，诚钱甚至我冇收到啦吼。啊，这就是咱咧服务主吼，啊，你付出对一个所在有需要，伊帮忙。好，但是因这人。拢总伫即个社会咧做善事，可是因伊也袂去得到该传的帮忙，所以孔子当然面对即种人叫做君主，替社会、替人类来模仿即种人。但是伊甲讲哦，讲你即个君主啊，你有本哦，有本就是讲你找着咱今日的本源，咱今日生死的本源。你今日若有找着你生死的本源，换一个解释。你一定虽然你是做到遮尔样好，你嘛是阿利用到轮回的天道来底。所以呢，今日各一种人就是叫做哪？第四种人就已经跳出着咱六道轮回内底的一个叫做哪？叫做贤人。贤人，那伊当时佛道的设定一定贤人，就是哪呢？就是对十信，就是对十主，就是对十行。就是对社会上这三种人叫做贤，所以你经过经有一句话，伊地啦，
第五本有一句，敢若第五本还是第六本有一句话讲，第七本啦吼，伊讲一切现实甲伊违法是有差别，所以孔圣人甲即阵人，即个贤人，即个人，甲当作是已经走入阿罗汉，嘛过了辟支佛，而辟支佛要到菩萨的中这段，叫做啥？叫做贤人，叫做啥？三贤。所以呢，贤人就已经唔免来轮回啊，唔可能咱今日下当这条道，地狱入边，天堂过好，加上咱下当来开启着咱的智慧，咱下当受到把咱智慧诱起来，来讲咱正能量诱起来。咱已经上起码，已经入去现，已经离开了小乘阿罗汉甲辟支佛，已经到了三贤的内底。什么叫做一切现实？成的圣人，就是孔圣人在讲，上界关键的一级，叫做啦圣人。所以圣人，孔圣人叫做大乘至圣贤书。圣人那以当时不得的论述。就是讲，已经菩萨甲无菩萨，换一个解说，就已经进入了佛的意境。有一天讲叫做无相，无相就是讲无迄个比较相。所以孔圣人伫这五种人内底当中，都是贤圣离圣相关，迄叫做无起哩无个无啊，咁唔知叫做加一个叫做智圣，智圣。就是讲，离圣的极端，迄叫做无上，迄叫做佛。啊，若一般点来讲起，已经进入菩萨、甲无萨的境界。各位，咱想看卖，咱今日每一个人，就是已经行出了咱勇人，行出了咱世人，行出了文字，嘛已经行入了迄个贤人，进入圣人的迄个圣业。所以咱当时每一个月、每一个月、每一次，拢一定爱来继续接受教育。是安怎讲？因为咱一时无教育，咱的思想无健康，咱的理念无正确，即时咱就去学业、去学魔、去学社会这物件，甲咱安怎？甲咱扭。就参像讲这副田，伊若不管你，经过一礼拜，这副田连面去学啥物件？连面去学这杂草压去。啊，咱社会杂草就是七情六欲、色声香味触觉，这就是咱的杂草。咱一时无注意，咱的念头无健全，咱一时内底当中，咱就是去互这甲咱甲咱影响。所以咱今日会当透过着这种思想的发挥，咱今日时时刻刻，互咱这个心灵有去业的定来。互咱的心灵会当清净，透过着这个法的力量，叫做法力，互咱会当怎行入了解脱的路线。这是咱人生上界有意义的物件，嘛上界宝贵的物件。虽然上界有意义，甲上界宝贵，这有咱来看意义。为了叫人讲唔难，为了叫听讲唔听，是安怎讲？因为伊若无福报，伊若无根基，伊若真正无这个。